是国际寿司节，来自日本的寿司郎呢，已经来台湾5冬啊。依照因的统计数字，讲卖出去的寿司贴的，差不多有2万座，台北101只悬。你看咱台湾人偌爱食寿司，而且精心嘛推出优惠，你若是网络甲买的商品，上价是5折。还有日本连锁的零售店，这个唐吉诃德讲打算要伫南港开店，要推出这个回转寿司店，估计讲要打造一个寿司的餐厅。下礼拜就是端午假期，不少民众规划要出游。你想要去东京、大阪还是名古屋呢？就连餐厅也跟上这一波旅游热潮，特别跟航空公司合作。欢迎光临寿司郎。特别设置登机门，也有报道柜台。这个所在不是机场，是连锁的寿司店，餐点嘛真有意思。冰淇淋呢都是用桃子制成的，那一球是桃子牛奶，然后另外一球是桃李冰淇淋，然后下面还有桃子的慕斯，这边还有白桃的果肉，所以整个吃起来是有非常丰富的桃子香气。特连头啊嘛有特别的意思，寿司郎和乐德航空合作打造航空主题店，消费满指定的金额可以当抽乐德航空点数上悬1万点。所以其实拍照打卡的客人也蛮多的。那现在平常的话，我们询问度也都蛮高，目前的话定位都也是订满的。为了庆祝来台湾满5冬，寿司郎在台湾已经有35间店卖出2.6亿盘寿司，因为一盘宽度大概是2公分来算，台北101的大楼有508公尺悬，踏起来会当起1万座的101。用火烘过寿司，看起来更加有意思。连锁寿司店中先推出年中庆和某某来合作，为今仔日开始到6月30号，用某某官方的网站来订，专品上价会当拍5折。无法度飞去日本来到唐吉诃德，各种日本的商品直接拢买得到，是未少民众的天堂。即卖更加要和餐饮合作，传出将要进驻南港，推出的全台湾第1间回转寿司店，打造450平寿司的餐厅。严格相关的细节，和日本的总公司拢也搁咧调整。6月18号就是国际寿司节，热天寿司大战就准备开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